生听足。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的六祖坛经，就是解释甲正文第24页，解释甲正文第24页，对头算倒来解释甲第5节，就是解释甲即是一行三昧。下面作出解释，即动无情，却是众道因缘。善知识，道是同流，何以曲折？作出解释，就是讲做这款的解说。那做这款的解说呢，就等于迄个无情。这呢，就是一种的众道因缘。做那样解说呢？就是前面所讲，常坐不动，妄心不起，即是一行三昧。就是讲有一款的人呢，无了解佛法，以为讲一行三昧呢，就是常常坐伫迄个所在，拢无震动。只要若是妄心不起呢，这就是一行三昧。假若若是安尼的想法，这个一行三昧岂毋是就是变成一种的无情呢？那这呢，就是一种的众道的因缘。这动无情的意思呢，名叫做讲做孤木思灰的界限。这个孤木就是讲树已经打去。死花就是讲，迄个花枯已经是死的。那这个花枯既然是茶香火，这个火呢香了，像安尼已经拢变花枯了。尤其是迄个花枯呢，已经冷去了。当然，这个花枯呢，就啥物款的作用嘛无。那即动无情就是等于迄个插头，等于迄个火枯。那抄即款的界限根本呢就无啥物款的作用。即款的界限呢，已经是偏差，这呢毋是实实在在界限。因为佛法应该呢受迄个活泼的妙用。佛法呢，毋是讲叫你戆戆踮多坐无震动，也只要你若妄想心不起，安尼就是。那安尼想法呢，这实是非常的错误。但确实有真正侪人在学佛修行过程中呢，对学佛修行呢，生出了真正大迄个误解，以为讲只要你点点莫震动，就叫做修行。所以有真正侪人伫咧赞叹修行人讲：哎呀，某人真用功真修行。为什么真用功真修行呢？伊拢伫山顶，拢密伫寮仔底，拢无落来呢？安尼叫做真用功真修行。或者是某人只敢拢伫大殿伫咧拜佛呢，拢无出来，安尼叫做真修行。在这个所在呢，咱就要来去研究讲，安尼是毋是叫做真修行？甲着讲，在草料、草帽伫咧大，确确实实有伫咧用功修行。像是讲伊所用的是非常的正确，也那安尼呢，也是一种的自利性。或者是讲伫大殿伫咧认真拜佛，若是讲伊用功用了真正确，这也是一种的自利性。毋过伫咧拜佛的时阵，是毋是会当好讲心无散乱？是毋是提起正念伫咧拜佛啊？或者是讲一个人伫草帽伫咧修行，是毋是真是会当好自己切咧精进？会当好每一日依照所排定的功课，也安尼来去用功修行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所以，咱伫咧学佛用功修行，真无容易以这个外表来个判断讲是毋是有修行。
尤其是咱拢认为讲修自利行，这名叫做讲做修行。也伫外面伫咧做代志，伫咧度众生，伫咧为佛教。看伊讲啊，这人只敢都伫外面伫咧走，伫咧跑啊，这人都无修行。这是咱一般的人的看法是如此。这呢是非常的错误，因为所谓修行者必须自利，必须利他。在戒法来讲，会当好持戒圆满，嘛是要有立律仪戒、立善法戒、业欲有情戒。第一步，自己要立守威仪，毋通去犯着罪恶。第二，必须积极行善。第三呢，必须来广度众生。那甲人讲自己秘伫内底修行，最佳就是立律仪戒，因为袂当好走向伊社会，袂当好走向伊人群。对立善法戒、业欲有情戒，就是讲对修善度众生方面呢，可能就是缺乏啦。伊若呢在持戒来讲，只有1/3；在修行功德来讲呢，同款也是只有1/3。毋过咱一般的人以为讲1/3，这个修行才是叫做真修行。也伫咧积极，伫咧举办公益之善，或者是讲伫外面奔波伫咧度众生呢。反倒转来讲，你这个人是无修行，这就是咱对修行一种见解错误。所以在这个所在啊，六祖慧能大师呢，真正明白甲咱开示讲，你若以为点点伫遐这拢无叮当，只要若是无去妄心，就是一行三昧。加上讲，你若是这款的见解啊，就是等于迄个无情，啊，就是咧等于讲拗插头，等于讲迄个恢复。已经练去共款，这呢就是变成一种的障道的因缘，这就是障碍你会来成就佛道的因缘，因为变成一种无心啦。我拄则也引起金刚科义内底所讲一句话，就是讲不为无心因是道，无心犹极一中观。当然，咱学过修行，在开始的时。必须把这一切妄想心给打掉，将这个妄想心给去掉了后呢，就变成无妄想。但是你停住在迄个无妄想迄个所在，还是讲无搁再进一步来启发到你的智慧妙用啊，停伫遐呢，就变成过了一个中观。就是讲你要去成就佛道呢，中间有一个境界。而且这个境界呢，是变成非常大的境界，所以这呢是一种的错误。那对这个坐禅，袂使咧讲单单常坐不动，不去妄心，以为讲这就是一行三昧。这呢，咱可以摕六祖慧能大师对慧明开示迄段话呢，来去解了解讲坐禅的人应该安怎去坐。慧明约甲慧能大师的所在来，目的就是要甲伊抢衣钵。这是在前面已经有所记载。慧能大师也知影讲，伊人较细汉，哪有法度好抵得这个慧明呢？所以将皮衣、将钵甲伊放在迄个石头顶，人呢就秘迄个草棚底。这个慧明想哇，这个介好的机会啊！你看钵放伫我甲抢咧转来，我就是祖师啦。那你会知影，迄个衣钵轻轻尔，放伫石头顶，却是摕袂叮当。迄当时阵，这个慧明呢，惊一跳。当然啦，伊的世间的属性呢，在迄个所在就打消了，转凡夫心为求道心，所以就轻视佛法。轻视佛法当中，六祖慧能大师呢，就甲伊讲不思善，不思恶，正义模式哪个是明常做本来面目？这个不思善不思恶，就是讲你内心无去分别妄念，无去想好的，无去想歹，那这就是等于遮所讲的妄不去心咯。但在妄不去心迄个所在进一步要去用功安怎用功呢？提起一段智慧来回光返照，到底
我的本来面目是伫倒位啊？啊，就是讲我的佛性是伫倒位呢？哦，人讲我有佛性，啊，但我的佛性是生做圆仔扁，是偌大是偌细，也是属于青红的、赤的、白呢？是啥物款的色质、啥物款的形体啦？去甲找一个看觅咧。所以并毋是相作不动啊。虽然是讲妄心熄灭啦，但是妄心熄灭迄个所在，就是要提起一段智慧来去回光返照。安尼呢，则毋是迄个无情，则毋是众多因缘。所以，这个实在的坐禅参禅啊，应该是外表看起来是静而不动，但事实上在内心呢，却是有智慧的作用。智慧啊，伫迄个所在起作用，并毋是讲死死坐伫遐拢无震动，呀心肝拢无想啥，安尼叫做讲坐禅。有人讲哇，我坐了到底呢，心拢空，啥物嘛无啦。哇，以为讲这个功夫真了不起。当然啦，那约迄个有妄想的人，你心空无妄想，安尼是真好。但是你心空无妄想，停在迄个所在，就是等于才所讲的这个无情，就变成一种拗叉头，变成一种的这个恢复共款。安尼呢，根本啊无发生作用。哦，这是对于坐禅方面啊，咱必须了解。下面就讲啦，讲善知识多数同流啊，何以确定？讲善知识啦，你应该爱知啊，这个道呢，必须爱同流。为什么讲道必须同流呢？这个佛道啊，乃是爱应着咱世间一切众生，随着众生的机缘，会当好来自由自在啊。来发生迄个妙用，袂使呢，只有停顿在这个所在。当然讲，只有停顿在这个所在呢，就袂当好显现伊的作用，袂当好来显现伊的妙用出来啊。所以在这个所在，就讲道呢必须同流，何以确定？哦，讲这个道这个物件呢，是爱同流的物件。爱同流物件，就是讲不断呢，爱随着众生的缘呢，爱来去发生迄个妙用。所以为什么咱伫讲做法轮相转啦？这个转的意思呢，就是活动的意思。那这个活动就是讲随着每一个众生个别不同的根性，这个佛法呢，爱有迄个妙用，爱有迄个应用。啊，袂使咧讲呢，只有啊。敢若停顿在这个所在，都应该啊，就是这种活泼的物件。都应该呢，就是啊，爱有运转的物件。哪里会使你停顿在遐呢？下面讲心不自发，道则同流；心若自发呢，名为自薄。讲咱心呢，那是不自发。这个自就是讲自着，停顿在这个所在。伫遮所讲这个法，那是要讲话讲起来呢，就是世间的这的万事万物。那是较下意思讲起来，这个法呢，也就是啊，这个指这个道理。这个心不自发，就是讲咱这个心呢，袂使执着任何一个境界上面，心呢也袂使咧执着在任何一个道理的上面。咱心呢，若是无执着在任何境界，心无执着在任何的道理的上面呢，这个道啊，就会当互来得到同流。这个心袂使咧执着在所有咱这个外境的上面。这句话我相信咱是听较有，但是为什么叫做讲做心袂使咧执着在任何的这个法上面呢？可能这句话呢，咱有当时阵啊就体会不来。不过在这个所在啊，我可以呢来提一个真正简单的比例起来说明。
咱讲做心袂使咧执着在任何一个法的上面啦。像我拄则所讲的，咱伫咧坐禅，初初坐是当然是梦想真济，梦想真济，迄当阵可能咱会求讲我若无梦想是介好。你好不容易经过10年8年的功夫，你坐落呢，会当好把这个梦想给去掉。每一遍坐落，你梦想无去了，那结果呢，你就认为讲这就是一个真好的境界。执着伫遐，那这就是执着法。或者是有人讲，平常时阵都感觉讲，身体拢无爽快，但是呢，坐了甲伫规身躯感觉足好诶，你就执着在迄个坐落感觉真正好诶迄个感觉。那安尼呢，这就是心的这个自发，这拢袂使。像是讲你坐落去感觉讲真好。或者是讲你坐落无梦想，那你呢只是一个功夫的初步的反应，必须呢搁进一步，搁用功来去回光返照。最重要是啥？就是哪个是我的本来面目？就是讲来去找咱的本来面目，找本来面目必须用咱的智慧向来去回光返照。这个回光返照的方法，在六祖慧能大师迄当时阵，只是讲你心停顿梦想，把梦想停来了，迄当阵拢无梦想时，你将一念回光返照看觅，到底你的本来面目伫倒位啊？当然，安尼是非常直接了当。不过呢，这款的直接了当方法，经过唐朝。经过五代，经过宋元明清，到咱民国来，这个方法呢有所改变。咱现在是禅宗伫咧参的呢，名叫做念佛参禅。念佛参禅就是讲，咱念南无阿弥陀佛，先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南无阿弥陀佛的目的要创啥物呢？就是要互你不起梦想。你的心会当集中在南无阿弥陀佛的正念这个所在，梦想自然无。所以你根本无需要搁再另外一个心，讲我把梦想要甲你扫除掉。你会当好提起正念，分分明明念阿弥陀佛的迄个所在梦想自然无。但这个梦想无迄个所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几声了后呢，就来起你的智慧回光返照。讲到底谁伫咧念佛啦？念佛迄个当然就是你的本来面目，就是你的本身的迄个佛性的作用。但是到底是显到什么款的呢？根本咱唔知。咱只是听先知是讲，或者是在经典所看到意义啦。到底是什么款的？事实咱唔知。所以咱必须去回光返照，到底什么人伫咧念佛啦？安尼来去向来去返照，哪里都毋是讲咱念佛的时阵向外面去观想讲伫对一尊阿弥陀佛的圣像真庄严啦，安怎都安怎，毋是向外面去分辨，这完全向内底去回光返照，会当呢来去用功修行啦。那这就是咱现主时的这个修禅的方法，所以这个修禅在外表看起来好像讲都点点接地迄个所在，但是内心呢有智慧伫伫咧发生伊的作用。就是我在这个所在一再的说明。所以加上咱心若是无执着，无一个法在上面，无执着，无一个法在上面呢？这个道呢，才会通流。这个道才会通流，意思就是讲，这个佛道呢，才会当好运转。这个佛道呢，才会当发生迄个妙用，或者是为着本身的迄个功夫提升的妙用，或者是为着应机度众生的妙用呢，才会当好将这个所在产生。下面讲心若自发呢，名为自薄。
讲假若咱的心呢，若是执着在这个法的上面，安尼名叫做讲自薄。这个自薄就是讲咱自己呢，别人家己自己，这名叫做讲做自薄。用功夫讲起来，我对才讲了啦。咱伫咧坐禅的人，可能手有遐久会心会静，或者是讲手有遐久伊这坐落去身躯呢有一种反应。那这个反应就感觉讲真正轻松真正快乐的反应。但你假若讲坐了，也回想到你迄款的境界，你心呢念念在迄个境界，希望要得到迄个境界，安尼你的心就是去互迄个拔掉咧。事实上就是自己拔家己，因为你自己的心去执着迄个物件呢，就变成你本身的心呢，你去拔你家己本身。也那安尼呢，你坐禅永远功夫呢，就只有停顿在迄个所在。那对于这个坐禅的方法，甲观世音菩萨所修的语音圆通法门、反文文字性的方法，那咱目前讲起来应该是同款。所以呢，就必须这方面，互咱看近代祖师大德，参像讲虚云老和尚。因的开示录，这方面会当好来摕《楞严经》观世音菩萨语音圆通法门遐道理呢，来起来做参考。下面讲若言常做不动事，只如舍利弗，宴坐林中，却被为莫结恶。讲假若你若讲。常常伫遐坐咧无叮当，安尼就是，以为讲安尼就是坐禅，安尼就是叫做一行三昧。要拿呢，就只有参像迄个舍利弗，宴坐在迄个林中，就是讲就参像这个舍利弗伊呢坐在迄个树林内底。这树林内底呢，曲去互迄个维摩诘技术来解学，这个学就是学贴的意思。这个舍利弗呢，名叫做讲做舍利子，就是咱世尊在声闻藏记中是智慧第一的大弟子，伊是将伊的妙亲立名，所以名叫做讲做舍利子。这个维摩诘经的弟子品内底，咱世尊对舍利弗讲舍利弗你去向维摩诘技术请安，因为维摩诘技术伫咧破病。舍利弗就回答咱世尊来讲世尊讲我呢未不堪任枉彼文质。意思就是讲，我呢无法度去请安，无够迄个本事去请安。为什么呢？讲我想起我过去，捌在迄个林中宴坐树下，在迄个树仔骹底下伫咧坐。迄当时阵，维摩诘技师来就对我讲讲舍利弗讲不必视作为宴坐呀。讲你毋通以为讲你坐伫遐安尼就是咧坐禅嘛？就是讲维摩诘技师呢，对于舍利弗伫遐坐禅呢，伊认为讲你这毋是实实在在坐禅。那换一句话讲，坐禅毋是讲点点坐伫就是叫做讲禅啦。那这个禅是啥物呢？在前面讲了啦，禅的一行三昧就是直心，在前面，慧能大师讲：一行三昧者，以一切处行诸作恶，常行一直心。你有一直心呢，你才是一行三昧啊！你身躯坐伫遐无叮当，那只是外表无叮当啊。或者是讲你坐伫遐，确实你无当妄想，你无当妄想来讲，变成若无有启发智慧的妙用，等于是插头。等于是石头有什么款的路用呢？这就是这位维摩诘技师呢，
会来去学特舍利弗的原因。讲起这位维摩诘居士呢，伊虽然是一个居士，但是呢，伊是一个大菩萨的化身，所以在当时啦，就帮助咱教主释迦牟尼佛啦，来弘扬大乘佛法。咱教主释迦牟尼佛教化众生，在迄当阵的环境有真正侪拢是由外道转来正信佛教。当然，咱世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讲如何会当好把因的外道迄款的邪见改正过来。改正过来了，最重要就是讲叫因本身好好用功修行。因为世尊叫因好好用功修行，所以因所偏重在自利的修行。那偏重在自利的修行，你袂当发菩萨心行菩萨道，安尼离开佛道嘛是变成足远啦。所以咱世尊讲修行法了，有一段时间呢，就由小转大，鼓励因遮的弟子呢，爱来发大乘心。就在迄个时阵，维摩诘居士出现啦，帮助咱世尊啦来鼓励遮个人。尤其是维摩诘居士咧，真无客气，来甲因指责讲恁啊，遮个小乘人，乃是即种自了汉，乃是即种招架败种。所以遮个小乘阿罗汉啊，看到维摩诘居士啊，大家拢惊，大家拢毋敢甲伊见面，毋敢甲伊讲话。呀，即个维摩诘居士呢，有一遍啦，伊是假破病，袂晓破病，假破病。呀，咱世尊嘛知啦，因为为着要使遮人会当好来回孝向大，都、就是讲转小乘心为大乘行啊。所以咱世尊就一个教因讲，恁去甲维摩诘居士请安。但是点着名的人，大家拢佛啦，佛道我毋敢去哦，我去就去骂。以后结果呢，咱世尊啊，就带领一班的弟子去甲维摩诘居士的重室去下呢，甲伊请安。就在迄个所在呢，搁再来讲佛法。这就是维摩诘居士帮助咱世尊的事迹，伊也就是啊，在维摩诘经内底的记载。所以在这个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就引起这段，讲假若若以为讲常常坐伫遐无叮当，安尼就叫做一行三昧，安尼就等于是舍利弗演做临终，却互维摩诘居士甲学特是共款，意思就是讲这毋是一行三昧。最虔诚听众，咱今日时间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段经，就讲到这个所在。感谢诸位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